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由咱台湾家己研制2枚立方的卫星玉山甲飞起，伫台湾时间昨暝11点，伫美国的佛州成功来发射咯。3, 2, 1, 0. Ignition.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，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去天顶。1月24号下午11点，顺利于美国卡纳维尔角空军基地发射成功。发射后2分36秒，第一载火箭脱离过程，互人期待佮紧张。猎鹰9号火箭拢装载143个卫星，是有史以来上济一摆。SpaceX 有在它的官网秀出一个时序，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寻找到底跟我们一起共乘的伙伴。本来台湾这座玉山飞起2个卫星原定21号就要发射，因为气候影响，延期到22号，佮延到24号，才总算发射成功。立方卫星到底是放在哪里？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小箭头，那我们是放在那一个位置。玉山卫星是汉阳大学和民间做研发的，重量共有1.6公斤，在仪器有自动辨识系统和风暴回报系统接收器，任务是对准和车的监控、急难救助和国土安全的用途。飞行卫星是由中央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做的，重量4.5公斤，任务是研究电离层对卫星通信的影响。2个卫星就伫咧今仔日25号下晝10点06分，头一摆经过台湾天顶。